自1992年信神搬入到風山校舍以嚟，明哲堂已經陪伴咗我哋30幾年。我相信對於好多校友同弟兄姊妹嚟講，每當進入呢一扇嘅大門，腦海裏邊就會湧現好多回憶：早禱、聖餐崇拜、週五筵席講座，我哋一齊喺明哲堂唱詩、領受聖道、默想、禱告、學習，喺呢度校正思緒，喺呢度重新得力。有同學第一次行上講台講道時候嘅緊張，有領受聖餐時候嘅感動，有畢業生差遣禮上面嘅眼淚同埋歡呼，亦都有喺學術講座裏邊得着新嘅神學啟迪。明哲堂唔單止服侍住信神群體，佢亦都祝福咗好多教會同埋弟兄姊妹。唔同教會同埋基督教機構會租借明哲堂舉行營會，亦有一對一對嘅新人喺呢度步入神聖嘅婚姻。而走出明哲堂前面嘅路德花園，除咗有師生同弟兄姊妹喺度安靜默想嘅足跡，亦都充滿住師生一齊團契遊戲、一齊踢毽嘅歡笑聲。當然，我哋都會諗起每年院慶喺呢一度舉行嘅才藝表演同埋豐富嘅愛宴。不過時光流逝，陪伴我哋嘅地方逐漸老化。今日嘅明哲堂同路德花園已經布滿咗消耗嘅痕跡。堂外充滿歡笑聲嘅路德花園，因為水土流失令地面凹凸不平，嚴重影響安全。花園裏邊嗰4棵樹，佢哋嘅根部生長蔓延到危及下層嘅辦公室結構，造成滲水同埋牆壁有裂縫。堂裏邊嘅地磚曾經2度突然爆裂，影音設備嚴重老化，唔足以應付現在聚會嘅需要。影音控制人員同埋翻譯員因為空間設計嘅限制下，無奈咁樣長期共用一室。而陪伴我哋成長嘅實木座椅都敵唔過歲月嘅侵蝕，好多都已經破損到冇辦法再使用。過去明哲堂同埋堂外呢片空地俾咗我哋好多嘅祝福，而未來我哋仍然好需要呢2笪嘅地方，用嚟培育一代又一代嘅神學生，用嚟服侍更多嘅教會同埋弟兄姊妹。因為當中需要維修同埋更換嘅地方越嚟越多，亦都越嚟越迫切，所以我哋決定喺今年暑期為明哲堂同埋堂外嘅空地進行大型維修，當中包括更換堂內地板、搭棚處理漏水嘅問題、更換影音設備、吊燈檢查同埋加固、訂製座椅、重置路德花園、重鋪堂外空地嘅地面等等。當中所需要嘅費用高達港幣300萬。我哋好希望透過學院2026年嘅步行籌款，能夠籌措呢一筆嘅維修費用。明哲由心，立地更生。維修嘅係硬件，但係維修背後嘅目的係生命嘅培育，係有高尚節節領袖嘅培育。9月27日，學院將會舉行步行籌款。我誠意邀請每一位嘅弟兄姊妹同埋校友一同參與，用行動支持信神不斷更生，延續上帝託付我哋嘅使命。